吃吃喝。嘿，都一样。帮我个忙吧。什么忙啊？做我男朋友。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对他好点，否则的话，我对你不客气。对，花钱。你爱他什么呀？其实就是感觉挺好的，挺聊得来的。聊得来就躺在一块儿了。你无聊啊？嗯。我们去找点乐子去。干嘛呀？喂，你怎么了？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你有话就说，干嘛板着一张脸啊？大宝，你看啊，我一个男人，我天天住在一个女人家里头，我要看你的脸色，还要看你老爸的脸色。我就像是一个吃软饭的，这不是我要的生活，而且这种生活我已经过够了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今天是一定要走。哎，你有病啊你！